近期除咗本國嘅保釋制度係咪過分寬鬆，急需收緊同埋檢討之外，另一樣令唔少律師感到憂慮嘅係，大多倫多地區嘅法院家庭暴力案件積壓嘅情況越嚟越嚴重，唔單止拖慢案件嘅司法程序，亦都嚴重影響到受害人同埋家人嘅。咁到底家庭暴力案件積壓嘅情況有幾嚴重呢？同埋會對社會產生啲咩嘅影響呢？今日好高興邀請到有豐富經驗嘅刑事律師顏經銘同我哋了解下㗎。係，歡迎你 Peter， 你好。係 Kenneth 你好。唔該晒你嘅時間先。嗱，我都知道其實大多倫多地區嗰個其實好多案件都喺度有積壓嘅啦。特別喺家庭暴力案件方面，其實嗰個積壓嘅情況係咪越嚟越嚴重咧？可唔可以舉啲例子？譬如話以往要等幾耐，而家又要等幾耐咧？係絕對係越嚟越嚴重啊！以往譬如講疫情之前啦，我哋通常如果第一次過庭之後，我哋押後1個月，喺嗰個月裏邊咧，我哋會係可以向檢控官度攞到嗰個案件嘅資料，每一個 file 有一個檢控官負責，同嗰個檢控官大家進行商討啊，睇下有冇機會講數搞掂佢。但係疫情之後咧，啲 case 就一路 back up。直至到而家，我哋講緊淨係多倫多啊，過庭大部分唔想我哋1個月，然後再延1個月咁樣做。即係總檢控官出咗個令，就係話，如果嗰個 case 係有律師嘅咧，而係第一次過庭咧，就要嗰個 case 延期12個禮拜，即係3個月。咁咧，佢哋就話係法庭咧。係要檢控官同辯方律師大家盡晒佢哋力量，係將個 case 係做到可以喺下一次再過庭嘅時候咧，係 either 話個 case 搞掂咗，或者係需要編時間開庭審。但係我哋而家嚟講咧，我有啲家庭暴力嘅 case 延咗期3個月之後，都攞唔到資料。咁點解攞唔到資料咧？呢個就係佢哋檢控官嗰邊係做唔切啲嘢啦。而家我哋做唔到嗰啲嘢之後，我哋3個月後再開庭，咪又係要延期。咁就非常之麻煩。咁如果一般嘅案件，就算可能真係要開庭啦，咁整個完成成個案件，一般要幾耐？即係比以前多幾耐啊？呢個好難講。係當然可能複雜或者係啦，係因為我哋仲要計佢中間嗰段拖咗嘅時間，每個 case 都有少少嘢唔同嘅出入。咁但係我可以好肯定咧，啲 case 而家係，譬如以前我哋可以6個月內搞大部分 case 可以講掂數，right？而家咧推到 back 到分鐘係8個月都未講掂數。明白。OK， 好。咁如果積壓情況嚴重，其實會產生啲咩影響？係咪會對受害人嘅家庭啊，或者佢自己本身都有啲影響咧？係絕對啊！因為大部分家庭暴力都係一對人啦，OK，丈夫太太咁。咁通常我哋家庭暴力嘅處事嗰個點樣操作咧，就係一有呢啲案件咧，就要將佢兩邊分開嘅，就唔俾佢哋翻去自己屋企。咁你諗下，如果你越拖長嗰個案件時間，唔准佢哋翻屋企嘅，對於嗰個家庭嚟講都有好大嘅影響。第一，經濟上嘅影響，嗰個丈夫如果話唔准翻屋企，佢要喺出邊另外揾地方租地方，甚至租個房住，嗰度有一筆開支。對啲細路嚟講，如果屋企真係有細路嘅，咁佢哋又會突然間，喂，點解而家見唔到阿爸啊？咁樣嗰類咁。明白。咁就好大問題。其實你唔了解到點解導致積壓情況嚴重嘅原因咧？係咪好似之前我哋訪問你有關話要收緊嗰個保釋制度咁樣，都係因為唔夠人手啊，檢控官又唔夠啊等等咧？應該咧係有幾個地方，第一係唔夠人手，嗰個據我所知，多倫多有一個檢控官部門，因為多倫多都仲係分開一個區別嘅，雖然係一個法庭，但係都分開區別。咁咧就有一個區別嘅咧，係
多倫多 North 嗰個啦，我覺得佢哋嗰度嗰啲啲 clerk 啊，啲秘書嗰啲係一係唔夠人手，一係做得非常之慢。咁通常係拖慢，俾唔到資料，我哋辯方咧就係嗰個區嘅。係。另外一個咧就係士嘉堡嗰邊嗰個區，又係拖得都幾耐嘅。係。咁所以嗰一方面拖又耐。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啲檢控官係 overloaded， 因為我有啲檢控官同我講，佢哋做緊250幾個 file。另外最近有一個講佢 push 緊300幾個 file。哇，係。咁佢哋根本冇可能夠每一個 case 係覆咗之後，然後同我哋辯方講數㗎。即係佢哋當檢控官俾初步資料我哋，佢哋有一張紙咧叫做檢控官嘅第一個睇到嘅概念，佢哋想要嘅 case 點解決。但係好多時我哋而家攞到嗰啲檢控官資料係冇咗嗰份文件㗎。咁問翻佢哋嘅檢控官 office， 佢哋就話：我哋而家仲未有檢控官去核個 case 喎，咁樣。係。即係有啲案件甚至可能係即係冇檢控官跟添嚇，咁所以又一等再等啦。咁其實而家省府知唔知道呢個情況咧？係咪已經做緊啲嘢去改善啦？定係話你覺得短期內都未必改善到咧？呢個我都唔能夠代表省府講，但係我覺得佢哋有可能係知道，但係佢哋亦都有經濟上嘅約束，即係唔能夠再擺多啲檢控官入嚟。另一面咧，亦都有可能佢哋係根本唔想知道有啲咁嘅問題，因為根本你聽唔到佢哋係點樣去正式政府，譬如司法部係而家嚟睇呢件事，睇呢啲 backup， 睇呢啲點解啲 case 咁遲咁樣，係真真正正係去睇係咩情況。明白。OK， 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反映到嚇，俾即係省府知道其實咧嗰個積壓情況真係相當嚴重，需要去正視，或者佢哋加派人手又好，即係改善嗰個工作程序，可以即係加快令嗰個積壓情況能夠改善。唔該晒今日即係顏律師同我哋嘅分享，希望情況有所改善。唔該晒你嘅時間。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剛才咧係同刑事律師顏經銘咧同我哋了解下大多倫多地區法院家庭暴力案件嚴重積壓嘅情況㗎，希望當局都能夠正視同埋咧改善有關嘅情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㗎，轉頭見。